正人就可怜伊，因为因困苦世散，亲像羊无牧者。 耶稣离开加利利，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外。迄时有人带细囝就近伊，爱伊用手唤因来祈祷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讲：用阮细囝来就近我，唔通禁止因，因为天国拄是属伫这号的人。 我。
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，伫路边带12个学生甲边仔，甲因讲。过日有侪侪来过节的人，已经听见耶稣要到耶路撒冷，就举棕树枝出去迎接伊，叫讲：何善啊，奉主的名来的，就是以色列的王，愿意得到恶乐。已经入殿堂，就赶出遐卖面的，甲因讲：有记载讲，我的殿要做祈祷殿，恁反正互伊正做读书。耶稣日日伫殿内教示人，这个祭司头经学士以及百姓的时代，皆无逼迫伊，总是找无步，因为百姓拢敌伊，要听伊。